我说啊，我是石田。工作很累吗？怎么叫不老石金文？没有时候，我是小玉，带你认识音乐以外的 OST。还好吗？好想睡，怎么了？工作很累是不是？真的是因为这一集要聊工作嘛，大家有看我身上的叠西吗？我连续1个礼拜都穿这样。大家都知道我是歌手啦，只有认识我的人可能都会很热情啊，今晚你又回来帮忙啊什么的这样。那就是一些只是知道我的人，就会发生一些很幽默的事情。譬如像是我妈叫玉女嘛，大家都知道。玉女，哇，你女儿最近很忙哎，到处飞。我看那个节目什么的，转过来看就弟弟高利贷金多少钱？然后就有的时候，我妈可能就会想说想闹一下他们，她就说她就是静雯啊，客人就会马上说哦。你很漂亮哎！然后我想说，哇，睁着眼睛说瞎话。而且我常常会穿成这样，就裤子破掉，对不对？然后这样子啊，衣服很脏，然后就是小朋友会这样，就是爸爸就说他想跟你拍照，然后就裤子破掉。他们可能不知道我是谁，他们只是觉得哇，我好帅，或者是好脏哦。那小玉是，其实这看得出来吧，我就是一个消防局的概念。我在工作方面，我都是做那种就教育类别的，就是照顾小朋友啊，在那个儿童乐园打工的。我在家长眼中跟小朋友眼中是很红的一个人物。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有一个称号，什么？我叫太阳哥哥。怎么了？你们知道为什么我要叫太阳哥哥吗？为什么？因为想说就热情奔放。哇，难怪我觉得这边有点干，有点热。可是我觉得小玉真的很适合做这个，因为我听过她一个传奇。因为我们那是要卖票的嘛，然后我曾经就是在我们的柜台。有一次我就想说，哇，这个票还蛮好卖的，然后我就会问他们，对啊，套票，我就问他们说，那你们平日都卖多少？他们就说，没有，就是可能卖个1-2本这样。然后我想说，有那么难卖吗？然后那一天进来的每个人，我说买票，我说你买票会比较划算，然后就一直卖。然后那一天我就帮他们赚了6万。平日6万呢？平日1本1000，没有快2000，所以都30几本吧。他们就觉得说，哇，我怎么那么厉害？然后就可以卖到这样。然后那我心想说，是你们都不会，你们都没有在卖的这样。就是可能你嘴巴很厉害。对啊，就是可能为什么怪怪的？没事。刚好我们有一个家长，我很讨厌那种很不屑的家长。我本身就是不屑的家长。没有，因为就是有一种家长，就是他那时候就问我说，请问一下，你们有 Apple Pay 吗？然后我就那时候在忙，我说，有哦。然后他就说，那有 Line Pay 吗？然后因为我在忙，我就 Line Pay，我们没有 Line Pay 哦。然后他的脸就这样，我想说什么意思？然后我想说，我不管他，我继续用忙的。他说，那你们有 Google Pay 吗？声音变低了。我说有哦，有 Google Pay 哦。然后说。那他就讲什么那个电子支付的，然后我就跟他说，我们就电子支付的没有，就是那你的 Google Pay、Apple Pay 都有。然后他就说，那你们还有什么 Pay 啊？我就说，兴趣 Pay 吧。那个妈妈还说跟我说，妈妈你是手机是 Apple 的吗？对不对？那我们有 Apple Pay， 然后是 Apple Pay 直接刷就可以了。我第一份工作，人生可能是，就是也是跟妈妈啦，然后在那个工厂打工。然后第二个就是我就毕业了嘛，高中毕业我就去酒吧。然后第3个就是去了。我还卖过鸡对，我卖鸡，我去市场卖鸡，觉得也是一个打工的部分。OK， 卖鸡完之后，我还要去屈臣氏保全科学园区附近当保全的，也就是里面。而且他那个虽然薪水很高，可是石田就会像人间蒸发，因为他那个手机什么都要上，因为不可以带手机进去，就是你完全12个小时这样子。然后保全完之后就是美甲，然后就做了那个行政的那个营造类的行政的，真的很多对，听说那个工地也在山上嘛，对不对？山上就是很山，都是山上，他们就是悬崖那种。对，可能一个拍照，可能一个上去就是我很开心认识你。对，我还做过餐厅啊，餐厅。对，他在我表姐的餐厅做外场。我有去市场啊，我有去市场。他有来市场帮忙，而且我跟你讲，他有一次还呛客人，他说
46还是47块，他说那可不可以算40块，算40块，我没有零钱这样。他说他拿了40块，然后对，他就说他没有零剩下这样，我剩下。然后后来结果我妈说不行嘛，她说45块可以，40块差太多，然后他就拿了一张100块给思甜，然后他思甜就找54块、53块，他就说你不是说算算45。然后我想说啊，你就有100块，为什么？对啊。其实你知道，因为我们做这个工作，有的时候那个客人就是钱会甩在桌上啊。像我这个人买东西秉持的，就是就算我放在桌上算钱，我也会拉起来，然后再放在。对。高中要升大学的时候，我就是在那个超商打工，然后那时候就是因为我也是刚新鲜人嘛，然后什么东西都不懂，然后那时候就有一个客人，我要买那个烟，然后他就把钱这样啪这样撒，我说把钱捡起来不要放在桌上，他就说。你什么意思啊？我客人呢？我说不行，你去捡起来。他就很生气，然后这样店给我出来，然后我们店长就这样出来。我说不好意思，然后他就这样子，然后我想说干嘛？我说何必啊？我说你就捡起来这样，还要我们店长这样跟你道歉。我也有那种啊，就是客人把钱丢在地上的，他就是觉得没有得到他要的价钱，他的钱就不能丢在地上，然后他也不捡。就叫我捡。客人不管怎么欺负我，好像都不太会真的怎么样。好，那我们朱宇老师今天要教我们什么？好，工作很累的朱宇。没为不来，没得要。所以如果你今天一整天工作很累了，不管是心累还是身体累，你都可以回家，然后就说。没为把赖没得要，但没有人听得懂哦。好，工作很累的时候怎么念呢？1、2、3，没为把赖没得要。所以工作很累要好好犒赏自己的话呢，我们就要有一些这个酒精的这个舒压的一个 chill。对。那我们欢迎这个酒保。小玉等下酒醉哦。好，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哎，我觉得这个是什么意思？你说这个酒是什么？是清酒。哦。你要闻一下吗？因为他上次会醉哦。这个就是非常简单的调，就是你们可以在家里自己用，就是清酒跟什么蔓越莓。那我等下帮他取个名字。好，你先喝完，再取个名字。那我就取名它叫做粉红鲍鱼有毒。去哪里？